你知唔知啊？我哋每日其實都喺度做一個根本嘅選擇，只係好多時候我哋冇察覺到呢個選擇睇落簡單，但就決定咗我哋體驗生命嘅方式。就好似奇蹟課程正文第1章所揭示嘅咁，愛嘅相反唔係恨，而係恐懼。恐懼同愛唔可以並存。呢句話初初睇可能令人困惑，畢竟我哋習慣認為愛嘅對立面係恨，但當你仔細觀察內心嘅運作時，會發現恨其實係恐懼嘅一種表現形式。當我哋經被傷害、經失去、經唔被愛時，恨就產生咗。每個當下，我哋嘅心靈都喺呢兩種根本力量之間做選擇，係選擇愛嘅延伸，定係恐懼嘅投射。當我哋選擇愛時，我哋感受到嘅係連結、和諧同平安；當我哋選擇恐懼時，體驗到嘅係分離、衝突同焦慮。呢啲唔係咩玄妙嘅理論，而係我哋每日都可以觀察到嘅實際體驗。講到奇蹟，好多人會諗起嗰啲超自然嘅現象，比如疾病突然痊癒，或者係不可思議嘅巧合。但奇蹟課程話俾我哋知，奇蹟其實係愛嘅自然表達，並唔係咩稀奇古怪嘅事件。當我哋用愛嘅眼光睇世界時，奇蹟就成為日常體驗嘅一部分。可能係喺地鐵上對陌生人嘅一個微笑，可能係喺朋友低潮時俾嘅真誠聆聽，或者係對自己過去錯誤嘅真心寬恕。呢啲睇落平凡嘅行為，其實都係奇蹟嘅展現。奇蹟幫我哋縮短從恐懼翻到愛嘅學習過程，佢哋就好似靈性道路上嘅加速器，讓我哋更快咁記起自己嘅真實本質。而且奇蹟本身就係一種祈禱嘅形式，因為佢哋表達嘅係我哋對愛嘅渴望同對真相嘅認知。講到認識自己，呢個可能係人生最重要，但亦係最容易被忽略嘅功課。我哋往往通過外在嘅角色嚟定義自己，我係某某嘅兒子女兒，我係某公司嘅員工，我係某個專業嘅從業者。但係奇蹟課程提醒我哋，暫時性嘅狀態唔係你嘅本質，你嘅心靈係上主創造嘅，因此係完美嘅。呢個並唔係要我哋逃避現實責任，而係要幫我哋認識到呢啲外在嘅身份只係我哋喺呢個世界上嘅暫時角色，並唔能夠定義我哋嘅真實價值。就好似演員喺舞台上扮演唔同角色，但佢哋嘅本質並唔會因為角色嘅好壞而改變。當我哋開始超越呢啲暫時嘅身份認同時，會發現內在有一個永恆不變嘅神聖本質。呢個本質唔會因為外在環境嘅變化而動搖，亦唔會因為過去嘅錯誤而減損。認識到呢一點，我哋就可以從對外在成就嘅執着中解脫出嚟，揾到真正持久嘅內在平安。寬恕可能係奇蹟課程中最核心亦最具挑戰性嘅教導。好多人以為寬恕就係算啦，唔計較啦，或者係為咗自己好，所以原諒佢。但係真正嘅寬恕遠比呢啲深刻得多。寬恕唔單止係釋放他人，更係釋放自己從過去痛苦中解脫嘅途徑。當我哋真正寬恕時，我哋並唔係喺度忽視或者否認傷害嘅存在，而係選擇唔再讓過去嘅痛苦繼續控制我哋嘅現在。透過寬恕，我哋學識用無罪嘅眼光睇自己同他人。呢度嘅無罪唔係話我哋或者他人冇犯過錯，而係認識到喺我哋嘅本質深處，愛先至係唯一真實嘅存在。錯誤只係暫時嘅迷失，唔係我哋真正嘅身份。呢種認知幫我哋從無止境嘅自責同指責中解脫，走向真正嘅內在和平。喺呢個充滿選擇嘅世界裏，我哋需要內在嘅指引。奇蹟課程稱呢個內在怠道為聖靈，佢係愛嘅聲音，永遠指向治癒同統一嘅方向。你可能會問，我點知咩係聖靈嘅聲音？其實好簡單，聖靈嘅聲音總係帶嚟平安、愛同理解，而小我嘅聲音就充滿恐懼、判斷同分離。當我哋學識靜落嚟，透過靜心、祈禱或者正念練習，就可以更清楚咁聽到呢個內在智慧嘅指引。呢把聲音唔會大聲喧嘩，佢總係溫柔而堅定咁喺度等我哋嘅聆聽。跟隨聖靈嘅指引，並唔意味住我哋會過上冇挑戰嘅生活，而係意味住我哋會用愛嘅角度嚟面對生活中嘅一切，包括嗰啲睇落困難嘅情況。最後，等我哋嚟講下人際關係。關係往往係我哋靈性成長最重要嘅教室。奇蹟課程區分咗特殊關係同聖潔關係。特殊關係建立喺缺乏同恐懼嘅基礎上，我哋試圖從他人身上得到咩嚟填補內在嘅空虛；而聖潔關係就建立喺愛同完整嘅基礎上，我哋同他人嘅連結係為咗共同嘅覺醒同成長。喺聖潔關係中，我哋唔再試圖改變對方或者從對方身上索取咩，而係學識給予愛同接受愛。每一段關係，無論係家人、朋友定係同事，
都係我哋練習愛同寬恕嘅機會。當我哋將關係視為共同覺醒嘅神聖機會時，即使係最困難嘅關係，都可以成為我哋靈性成長嘅催化劑。記住，關係嘅目的唔係等我哋快樂，而係等我哋變得更加完整同有愛。如果呢啲話語能夠觸動你嘅心，請將佢分享俾身邊需要聽到呢啲話嘅人。有時候一個簡單嘅分享就可能成為佢人生命中嘅奇蹟。願你喺接下嚟嘅日子裏揾翻心靈嘅平靜同自由，喺愛中體驗生命嘅美好。